看台语台、甲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还有公共电视4台做伙制作的儿童青少年节目《哇哇哇》，要带观众朋友对一寡大无共所在、讲无共语言的囡仔，做伙对因的脚步来佚佗，用囡仔角度来看世界。 囡仔顶前看金足甲手头的艺人珠仔创做一条，囡仔的目睭是安怎看这个世界？公视台语台、原住民族电视台、客家电视台甲公共电视合作的儿少节目《哇哇哇》，带大家斗阵看。哇哇哇！为囡仔的目睭看出去，带大家行到户外。录影的过程拢无卡本，就看囡仔安怎甲大自然来互动。亲像台语台就邀请口手唱乐团的主唱徐亚林，甲伊的囡仔徐宝落田万水果。我去玩大白鱼，我个玩菱角，我较喜去干嘛因兜佚佗。真的啊？为什么？因为遐会当买万事价个。 囡仔目睭看起来细啊，甲大人无啥共款。亲像咧挽菱角的时阵，我甲阮某敢若注意到倒位菱角，但是伊会注意讲边有啥物通拖。即摆真正去做就会了解讲伊的家族伫麻豆遐进门，但是我尔啊辛苦。合作完成《哇哇哇》的4个电视台当中，播出要4年的台语台是上少年的。台语台台长李东熙表示，即摆毋但为囡仔的世界推广母语文化，也是台语台制作儿少节目的经验累积。儿少的人才是较少，透过这边合作，啊个未来咱个新开的节目会当个较侪对这儿少的节目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入来咱这个台语台。哇哇哇！3月初7开始播出，除了第4个电视台拢通收看，也使伫线顶的公司家来收看。加强16集的节目，带观众做阵为囡仔的目睭，认捌各款族群的世界。记者郭宝长随台北报道。